現場直擊報導。嗱，喺翻呢個西洋菜街，叫大家咧去登記京東 APP 送公仔。老友記俾個支持，記住訂閱、分享，俾個 like，格格出遊。去緊呢一個嘅旺角啊，行緊過去呢一個西洋菜街。類似都係呢一種嘅步行街，或者喺旺角呢咁嘅中心點裏邊落一幅咁樣嘅面積嘅外牆呢，都差唔多要20零30萬。咁究竟落廣告20零30萬貴啊，定交嘅鋪租貴呢？近日呢，王維基同埋京東嗰邊呢，大家都有好火爆嘅回應。京東就話，因為佢本身呢就平在呢，就唔使交貴租。層樓嘅電器鋪啊，唔買得貴，點夠交租呢？咁啊，不如俾大家理解一下，究竟而家咧一間鋪咧，香港係大概收即係交緊要幾多錢租？類似呢一個嘅鋪位啦，咁啊，目測佢咧應該就大概係布嘅面積咧，應該可能去到係叫做1萬尺啦，至13000尺咁上下啦。即係建築面積啦，因為香港鋪位都係計建築面積啦。咁呢個係參考數嚟嘅，有7成半實用咁上下啦。咁呢個鋪租呢，如果喺以前，因為佢係通到咧西洋菜街同埋彌敦道兩邊嘅出入口啊。咁如果喺當然係高峰期嗰時啦，講緊可能係以前10年前嘅自由行，13年、14年嗰時係最紅嘅時候呢，個鋪位呢係個租金呢要去到差唔多200萬嘅。呢個係當然係參考數，但係而家你見到呢，好可能呢，佢已經係俾緊呢一個嘅4成嘅價錢。租金去做，可能係參考價，你預佢60萬、70萬嚇。以前如果係講緊200萬嘅租金，而家你打個4折就得㗎啦。咁究竟係賣廣告貴啲啊，定係落個地鋪租金嘅貴啲呢？我哋轉過嚟呢邊，哇，都好猛烈喎！後邊呢邊已經有個公仔㗎啦喎。OK， 叫大家咧去登記。京東 APP 送公仔嘅現場直擊報導。嗱，喺翻呢個西洋菜街呢個檔口裏邊呢，就即時叫大家呢去登記嘅，即時掃碼，家電免運費，係咪而家已經開始㗎啦？已經開始，而且係包送上門包安裝嘅。包安裝啊？ Yes，哦，咁樣保養呢？保養包台包收。保養係跟原廠定係你京東做保養啊？跟我哋合作嘅品牌。合作品牌。創維或者 TCL 咧，你就可以聯繫個客服講我要換或者要。如果唔創維唔係 TCL， 如果我係講緊係其他嗰啲國際品牌一樣，即係跟翻原廠嘅。Yes， 哦，OK。如果你要退咧，你聯繫我哋客服去登記，我哋會揾人上去攞。買貴咗即賠喎。係可以俾㗎。咁如果買貴咗個價，咁點樣做啊？同客戶服務去話喂，即係攞翻個登記，就話俾佢聽，證明就話喂，我呢個而家你哋買呢度係幾多錢？我見到出邊買緊幾多錢？咁嗰個差額你退翻俾我啦，咁樣。哦，咁好詳細。咁以港幣結算定係以人民幣結算啊？人民幣結算。咁我哋如果香港我冇登記咩微信、支付寶，咁可以點俾錢啊？用 credit card 都可以嘅。嗰啲都係有支付寶。哦，咁樣。冇門檻，你揀字題唔使運。字題喺咩點度啊？任何你屋企附近。唔係，我係京東物流。我知，即係自己自攜店有幾多個點啊？大概而家香港。香港最少700個。七幾多？700幾個嘅京東自攜。即係做個入 A P P 裏邊揾翻咯。你埋單嘅時候，佢有一個你要直郵定係字題，你揀字題佢會出嚟好多。O K， 嗱，咁啊大家咧都見到啦，都問得好清楚。佢哋而家咧就做住呢 booth 先啦。係啦，咁啊都係親身嚟到呢一個 HKTV Mall 啦。你見到佢咧係買咧日用品同埋食品係比較多嘅，好多一啲新鮮嘅嘢啦，生果啦。嗱，好似咧 HKTV Mall 咧，其實都有買一啲咧台灣都有好多特產。咁啊，呢個檸檬磚啦，呢度可以俾八達通。OK， 好啊。今日咧原來發現八達通咧就未增值，所以用 GPS 先。近日最火嘅話題呢，就係京東殺入香港，動作非常大。而各大嘅媒體平台呢，將 HKTV Mall、王維基同埋京東呢隔空回應呢，詳盡咁報導。其中呢，有幾個金句想同大家分享下。王維基發文串京東呢，公講呢，買貴就賠，策略冇用㗎，最緊要係質素有保證。
扮平係冇用，都會俾消費者篤爆。買貴就倍唔包括 HKTV Mall， 睇我唔起定係唔夠我平啊？而京東呢極速回應啊，京東講就話唔係要同邊個鬥，而係想將真正嘅着數咧帶俾每一位香港街坊。既然黃生開咗個頭，我哋都好樂意同你比下邊個對客更加好等等啦。其實有幾個重點，王維基都有提到嘅。京東今次咧攻勢咧唔算來勢洶洶啊，因為你淘寶同天貓咧、拼多多已經好早嚟咗香港噶啦，當其時攻勢更加猛烈喎。而且咧，今次咧京東咧嚟港啊，殺入港咧，最主要針對咧都係電器銷售為主啦。咁所以最大嘅衝擊應該係嗰兩間大型嘅電器公司啊。當然唔可以坐以待斃，都要有策略啦。咁所以 HKTV Mall 嚟緊嘅計劃咧，都會更加咧加多同國內嘅品牌合作上架啦。其實講咗咁耐，對於我哋咧一般市民嘅消費者最關心嘅就係第一啦，真係唔同人有唔同嘅消費模式啊，係咪每一件買翻嚟嘅貨咧就去格一次價？如果買貴咗賠，咁日日都係同客戶服務姐姐打交道。第二咧，價格平係非常好啊，有人喜歡用價格排先，有人喜歡咧用品質行先嘅，最好梗係又平又好用啦。但係都係要睇下你當其時買嗰個係咩產品咯。去到而家呢個世代，所有嘢咧都係要服務行先啊！服務好緊要嗱，APP 咧簡唔簡單方便操作啦，支付嘅方法係咪全覆蓋啦？貨品最好就送上門啦，一件包郵咧送抵呢個自取店咧，對身壯力健年輕有為比較啱，但年紀咧都係要靠啲後生幫手網上訂下貨同埋攞貨喎。第四咧就係京東真係強項電器啊！一提京東就諗起電器、手機啦、電子產品啦，冇你話 10% 物流系統真係好大優勢嘅，來貨成本咧都係壓到最低，從而佢哋零售價真係好有競爭力。第五點就係 HKTV Mall 咧係非常熟悉香港人嘅消費，網店上面有好多唔同種類同埋各個嘅品牌啦、護膚品啦、食品啦、用品啦，尤其喺其他平台揾唔到咧，佢都有喎，同埋HKTV Mall 街市咧即日送咧有幾便利客戶嘅，大家又點睇呢？歡迎下邊留言，下集又同大家分享食好玩好買得好，下集見。